感情，只是我们没有用当把人用100%的利用，咱来用150%的利用，还150%的利用。所以咱就用来讲，人医能知嘛，几百知嘛，人死能知几千知嘛。这是透过不断的实习，透过不断的演练，较成就来。那么，第四呢，就是原来讲咱生死事大啦，无常心数啦。而且人生过程当中，咱会去拄到咱无法度去控制来做这个。伊嘛是甲咱讲包，咱就是爱把握着这个生命过程当中你最需要的当下。所以后来咱咧想讲，像迄个为什么爱把握当下？因为咱时常看这个来的时候，拢会去看到，佛陀咧问伊的弟子，如果我给你3天呢，你要选择哪3天嘛？那个弟子呢，我要就是昨天、今天跟明天嘛。但是咱来去查讲，昨天已经过去了，